頭起先來看這幾天呢，受到這鋒面甲西南氣流的影響，阿里山林鐵初9甲初10這2天是停駛。原底今仔日是要恢復營運的，也毋過在時啊巡邏的時所發現這獨立山路段27公里迄帶呢是有土石放棄，所以林鐵擱再停駛一天。林鐵崩坑的外面，鐵基路的邊啊，攏是崩山落大的土石，頂面的樹啊嘛，互土石拍到要斷去。這個地點佇阿里山林鐵的獨立山路段。因為落雨崩山造成嘉義到阿里山路段的鐵基路損害。因為嘉義山區持續降雨，今日找尋路線時發現，本線獨立山路段27公里460公尺處，上邊坡有土石崩落，造成軌道變形損壞。阿里山林鐵是初9、初10這2天，因為山區落雨的關係，為預防性來暫停營運。原本暗算在伊就要開放通車，結果嘉義到阿里山本線的鐵基路，因為崩山的土石來損害，火車也是停駛。目前只有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底3條支線維持通車。阿里山林鐵本線嘉義到阿里山區間6月11日停駛。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之神木、藻坪、柱山3條支線正常營運。林鐵運輸處表示，已經趕緊調派機具甲人員去到現場，不過因為山區的天氣佫無穩定，嘉義到阿里山本線開放的時間，也是愛看天氣甲鐵基路受雨的狀況，會佫來公告復駛的時間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